唔再用嘅水晶，係咪就咁掉咗佢就算咧？好多人咧都問我呢個問題，Peter Sir，我呢條水晶呢粒水晶我唔想再用啦，或者打敗咗成又輸咗，係咪就掉咗佢就得咧？我個人就唔建議隨便掉落垃圾桶先。始終水晶係嚟自於大自然經過長期孕育出嚟嘅天然礦石。如果你真係唔再需要佢咧，不如懷住一份咧感恩嘅心思，幫佢回歸大自然啦。例如可以揀一個乾淨嘅地方，合適嘅環境，將佢埋喺泥土下邊先，等佢慢慢咧就回歸大自然。又或者咧符合當地嘅法例，唔影響環境情況之下，放翻佢入大海，象徵回歸大自然咧。成日都有講噶，如果粒水晶仲係完整無缺嘅話咧，其實你都可以試下送俾有需要嘅朋友啦，等佢繼續陪伴另一位主人。但係有一件事一定要記住先做，就係咧幫佢消磁淨化咗先，因為咧水晶係有記憶噶。無論你點樣去處理佢咧，最重要都係帶住感恩同埋一個尊重，珍惜每一粒水晶。其實咧都係珍惜大自然送俾我哋嘅一份禮物嚟噶。水晶睇我 Peter Sir 唔會睇到烏 Sir Sir。